Hello， 大家好，Kason 今日就要嚟介紹呢份東涌綫延綫嘅刊物，係2025年嘅第一份快訊，亦即係成個工程嘅第5號刊。咁呢份刊物咧就講關於呢個東涌西段隧道建造工程已經踏入呢個關鍵嘅階段。咁呢個隧道鑽掘機咧2和咧就啟動咗啦。咁呢度就有講關於呢個東涌綫延綫東涌西站同埋隧道建造工程嘅一啲嘅隧道鑽掘機嘅啟動典禮啦。咁呢度有更多 QR code 係了解更多嘅詳情嘅。咁 MTR 嗰邊咧就都有 set up 呢個東涌綫延綫，關於呢個東涌綫延綫嘅一啲嘅工程嘅簡介啦。咁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瀏覽一下。咁就呢度就講下呢份嘅刊物喺邊度拎啦。咁呢啲刊物咧就係即係之前都有推出過第1號至第4號啦。咁之前都有上年11月嗰陣咧就都有介紹過嘅。咁呢份刊物咧就係喺馬灣涌76號，即係東涌綫延綫實體資訊中心，即係個位置咧就大概喺日東村同馬灣涌村之間啦。咁佢呢個資訊中心咧就留意一下佢嘅開放時間咧，就係逢禮拜2、4、6上午10點到下午1點。下晝2點到下晝5點，呢6個鐘頭裏面咧先開放嘅。咁紅色假期咧及公眾假期咧就唔會開放嘅。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參觀一下啦。好啦，所以今日集嚟介紹呢份嘅東涌綫延綫第5號2025年推出嘅刊物咧就到此完畢啦。期待下一集，如你再會，拜拜。